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。香港頂峰翡翠台主要係分享珠寶玉石相關嘅知識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留言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啊。買過珠寶首飾嘅朋友仔都發現一個重大嘅問題，你睇得上眼想入手嘅翡翠，永遠都係你預算內買唔到嘅。呢個係咪直播間最常見嘅問題？最後得出嘅結論係，你必須提高預算先可以揾到你中意嘅翡翠。事實又係唔係咁呢？按照我哋頂峰做咗咁多年翡翠嘅經驗，就算預算有100萬嘅翡翠買家，佢預算內嘅翡翠都係揾唔到佢中意嘅。聽到呢度，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會諗到，哇，100萬買翡翠都覺得揾唔到自己中意嘅，預算冇可能唔夠。但係我哋揾翻問題原本究竟點解會咁樣呢？依家各位之所以見到100萬級別嘅翡翠好靚、好好睇、好吸引，係因為大多數玉友都係千數同埋萬數之間。但係當你嘅預算嚟到100萬嘅級別，你根本就睇唔上100萬級別嘅翡翠，你睇到嘅自自然然會變成千萬級別甚至上億嘅品質。當你嘅預算喺1萬幾千嘅時候，你會覺得10幾萬嘅預算可以買到我自己中意嘅翡翠，但係實際上你嘅預算嚟到10幾萬嘅時候，你嘅眼光都會隨之而咁提高到50、80萬甚至100萬。然後我哋就發現咗一樣嘢，就係所有人嘅預算嘅上限都係佢審美嘅下限。呢句說話係點解呢？就係當你有10萬嘅時候，你會覺得100萬靚；當你有100萬嘅時候，你會覺得1000萬嘅品質會靚啲。大家係咪經常遇到咁嘅情況？就好似你嘅人工同埋生活嘅質素係成正比咁樣樣。你一個月揾2萬蚊租間劏房，餐餐食3餸飯，可能係啱啱夠使。但係到你10萬蚊一個月嘅時候，你住嘅地方會變成私家樓，每一餐都係高級嘅餐廳。呢個係非常非常正常嘅現象。再舉個比較易明啲嘅例子，你有20萬嘅預算，想買一架車。你睇啱嘅車型，大機率都係30至到40萬嘅，因為你有20萬，唔覺得一架10幾萬嘅車可以滿足到你。到你預算到50萬，你又會覺得我再努力啲買架 GTR 啦。當然，你有能力買 GTR 嘅時候，你可能又會諗住不如買勞斯萊斯啦。因為人嘅慾望係冇盡頭嘅，永遠唔會滿足現狀。其實咁多年以嚟，我哋得出一個總結：翡翠喺選購過程入面存在一個普遍嘅規律，就係你嘅審美會隨住你嘅預算去提升，同步進階。人就係咁啦，永遠會向往超出當下預算更靚、更高品質嘅翡翠。本質就係人性對更好嘅慾望，唔單單只係翡翠嘅行業，有好多嘅行業都係遵從呢一個邏輯。預算嘅上限往往就係當下審美嘅下限，對品質嘅追求永無止境。好啦，聽完以上嘅情況，唔知對你有冇好好嘅幫助呢？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先啦，下次我哋再講講其他嘅題材。拜拜。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接落嚟何生會繼續分享關於珠寶玉石嘅基本知識。記得關注同埋俾個 like 我哋頂峰翡翠啦，拜拜。